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，分川藏、滇藏两路，连接川滇藏，延伸入不丹、尼泊尔、印度境内。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，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，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，在世界各文明古道中当时首屈一指。川藏道崎岖难行，开拓十分艰巨，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，少部分靠骡马驮运，大部分靠人力搬运，称为背杯子。行程按轻重而定，轻者日行40里，重者日行2至30里。从康定到拉萨，除跋山涉水之外，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、茂密的森林、辽阔的平原，要攀登陡峭的岩壁，两马相逢，进退无路，只得双方协商作价，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崖之下，而让对方马匹通过。要涉过汹涌咆哮的河流、巍峨的雪峰，长途运输，风雨侵袭，骡马驮牛，以草为饲，驼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，携带木杖随行。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，空气稀薄，气候变化莫测，川藏茶道就是藏汉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，海拔都在3-4千米以上，糌粑、奶类、酥油、牛羊肉是藏族的主食。在高寒地区，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，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，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，又防止燥热，故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。但西藏不产茶，而在内地，民间义士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，但供不应求，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，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及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。这样，西藏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、毛皮、药材等，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、布匹、盐和日用器皿等等，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，流动不息，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，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。